，T 是 Q 哦，C 是 X 哦，Z 是 GH，X 是 CH，S 是 SH，卷舌翘舌了，舌头翘起来而已了。真正的卷舌是嘛，那多加一个 H 就变成翘舌音，比较难发音了。翘舌音，跷跷板的跷了，翘起来的翘舌音。日是日是呢，然后A 怎么都是一啊？A 是 A呢，然后呀腰